来，各位同学，大家好。无声。来，各位同学，大家好。你好。来，咱今仔要上的是迄个地球顶端的水，地球顶端的水。咱地球啊，分做几六层，这个咱即科地球科学要上的物件。还有注意的分布。来，咱进前吼，拢讲着讲，咱拢欠水啊，水库拢无水啊，所以咱大拢省水着讲叫伊迄个游无海的水洒落来压花，爱一滴，咱家己用，吼。我讲奇怪啊，咱定定咧落雨，定咧风台下，哪会欠水吼？咱来知影吼，咱台湾市咧读讲，把咱当做是咱的水资源欠缺的国家之一，就是咱台湾算讲欠水的。奇怪，食了就遐侪风，遐侪风，哪会欠水吼？咱会讲。好，咱先来介绍咱地球。第咱地球科学要学啥物物件，就为这来介绍。上外口吼。大气，咱袂当无喘气，所以咱介绍咱的空气，大气层、大气圈。来就是咱即节课要讲的水，水圈。来，这岩石的部分、岩石圈的部分占大部分，迄个讲到地壳。板块运动，这所有的物件拢为着啥？为着咱生活的存在，给咱人要活的，咱人要活的爱靠这所有的物件，所有的物件，甲咱饲就对啦。咱爱饮水，咱爱喘气，这个石头变做土，咱种物件，还食。所以咱的环境，这火山起起来，咱这后壁来讲。咱讲有水的分布。这里看那个题目都是白的，就是上面全白，都是白，这全白。左右相反。没有，刚刚是这里是全白。目光。可是导在左。有声好啦，这照片看，咱地球顶端咱地球的表面有70%到70%的海水，面积而言有70%，这嘛是做拄好咱人的身躯内底嘛有70%的水分。所以咱定甲同学讲，你若准讲你的体重50公斤，安尼你的身躯有偌济水，这样算得出来。你50公斤的体重，你的身上的水有多少？有35公斤，70%嘛。所以你把这35公斤的水撒掉，你变做啥？变做人渣。你干涉塑料会变干涉渣，人就无水嘛变人渣，这有可能无？无你用美人人渣来人渣，一个脱水的人，脱水的人变人渣。咱海水占90%，而且这是盐水，袂冷质的。咱的井水敢若剩3%尔，这3%内底上多就是冰，上多就是冰，伊占2%啦。但是这冰伫多，咱地球以外冰伫多，毋是冰箱内底咱地球顶的冰上多伫暖气上多。
是降一半以上，另外就是北极，北极是无陆地的吼，所以北极的前提咱不会较长，南极有大陆，南极大陆顶管有冰山、冰川，剩但是你像讲，有一寡足少的伫悬山顶管、高山上，你看南北极啊悬山顶管，咱讲做海底去的，做歹去到遐的，你也袂为着要储这正水走去遐，甲水沙转来。以前真正有阿拉伯国家讲，我要甲冰山拖去做转来，就拖到遐当咱游去啊，所以这两拍做哪用到的？除非也是拍，这咱方便用的，就是地下水、河流、甲湖，这其实拢是算做伙吼。我听下你看，咱是讲海水，海水是咸的，咸啊海水是咸的。为什么海水是咸？海水的盐对对来。海水盐对石头来的，迄是湖水甲石头的盐冲入去。尾仔迄河流拢流入海内底，所以所有的盐拢冲入海内底。所以你知影像迄湖下到湖有分淡水湖跟咸水，你要知影伊的差别对？淡水湖跟咸水湖有啥物差别？像伊会变淡水湖，伊会变做咸水湖。差别就是，伊讲有入海，这咸水湖就是这条河流的终点的这咸水湖，所以伊的盐袂冲入海内底，所以伊就变做咸水湖。若正水的就是，伊敢经过尔，尾仔拢入海。就迄长江迄个什么东平湖泊样湖伊有入海，所以伊的盐分就会流伫这湖内底。若通常你盐水湖的盐分拢比海水较悬，那比海水较悬。海水，咱氯化二轨氯化钠有咸味，氯化镁有苦味。若海水的盐分差不多3.5%啦，就是1000公克，内底有35公克的盐。这不是固定的，你若是湖水要坐迄个像赤赤道周围伊的盐分较正较低。若伫咧纬度较悬的，伊的盐分较重。若咸水湖盐分通常比海水较悬。你常过死海死海敢是海？死海是湖另外该叫死湖我嘛毋知影是安怎，这死海河名的款。你青海嘛是咸水嘛，叫做海带是较爬的所以死海伊的盐分是一般海水的10倍，所以你做啊。好这是冰伫南北极甲山顶，这做歹沙掉的若冰因为伊若伫山顶，伊会慢慢像迄河安尼落来，但是伊重力做慢的，这叫冰川。当然冰川流到尾伊温度较悬，伊伫0度以上，伊就会变做水伊就变做水但是咱袂当直接甲处这冰川虽然伫咱做成家己嘛做重要的，因为咱当然是冰山的融化，咱气候暖化造成海平面的
心哈。而且你像阿尔卑斯山，你那滑雪圣地哈，要拿滑雪，滑下来之后，伊刚刚去，做远的对无？所以伊毋是直接爬去吼，伊拢坐啥？坐缆车对无？缆车是嘛爱顶迄个涂骹，但是伊迄是冰吼，所以伊个缆车的条啊是顶伫冰内底。但是伊即摆发现讲，海啊，迄冰拢游去啊，所以迄缆车吼，会要上落来啊吼，因为迄冰吼，本车拢规日抗天拢袂游去的，即摆开始咧游去啊，游去就无地基啊，伊是拍入土内底，拍入冰内底，迄个游去啊，游去迄缆车会跳，啊咧坐啊一旁边云霄飞车，好，所以。你若做环岛车吼，咱袂环岛车吼，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圣地吼，来做环岛。咱讲着咧上重的地下水，因为这咱介重要的。你看这图吼，这咱平下讲，地下水吼，其实咱的河甲河流吼，拢是地下水出水面的，咱看会到的，吼，咱看会到的物件。所以嘛算地下水，看袂到是看会到的10倍以上，10倍哦。咱虽然拢看到这河甲湖，但是地下水看无的，其实才10倍以上。伊水面出来涂骹顶块，伊就变做土面甲湖面。所以一般地下水伫迄个下骹土的空棚内底，咱除非种迄个水井甲抽出来，但是抽水井会拄着啥物问题？这个讲起来，抽水井伊的汤无伊吼，伊的地层的单位地层下陷。你爱怎地层下陷哦？有人讲啊下陷啊，你我把水管有一个孔起来啊，无吼，不可逆的反应，地层下陷是不可逆的反应。你若储水搭对，你若灌水袂个孔起来，伊永远就安尼啊。含会安怎？会拄着，当然讲，有个人咧老厝的会愈漏愈落吼，你若伫咧海边仔的，就时常海水就灌入来啊。搁有你本来井内底抽出来是井水，结果地层下陷拄着迄个沿水面上升，伊的地下水会变咸化，就变咸的啦。我那边咸的，我去海边仔来抽就好啊，我做个乌井创啥？咸水抽出来就袂忍受嘛。所以这就拄着这个问题。你看迄厝拢搭落，2楼变1楼，1楼变地下室，安尼买2楼的拄啊趁着，不正常变店面，无安尼啊。这海水热管，来，来这饮水，好了伤多，饮水啊。迄个8风灾，下面8风灾，你出事啊未？未吼。8风灾吼，偌严重诶！我迄阵拄仔入国昌做总务主任，然后我来上班时吼，咱所谓地下室入口都变做水面。你要面对地下室吼，你就爱潜水，潜水装备啊。我看电工伫遐当，因为我有多摆面的学生，我夜人变做水人啊！我有多摆尔，有3个老细车地学生哦，变做泡水车哦。规个地学生地满水了，买大台抽水车，抽咧规暝规夜通甲抽了吼。抽了都唔准上，抽了你都会看见。你来想象那个形象，规
规个天花板、地上、墙壁全部都泥泞，地下室黑发电机、消防设备全部。所以饮水就是排水排袂去，排水排袂去有一个问题咱这个排水沟也排哩，咱都市想要做好饮水，因为咱都市顶管拢靠迄温土、水泥啦，就是讲咱拢不透水铺面。你像篮球场、咱的操场，这种不透水铺面，所以咧水袂当落去。你袂当落去，你只要安怎？你只要用安温土去做排水沟，甲排落海内底。这都市无法度，所以咱即摆想讲爱增加咱的利率。都市嘛会当做公园啊，你若做做学校你除非讲无天气队无电力队的，咱拢鼓励咱的草地卖做迄个 PU 跑道，因为 PU 跑道咱会透水。像我即摆我伫三民高中，三民高中因的操场是红土球场，红土球场敢会透水？会咱即种卖。只要没好落来，你就爱用排水沟机甲用走。机甲用走袂饮水但有啥物问题？无地下水本只也贴伫地下水结果你做机甲用对海来，伊无材料留的，结果等无落雨伊阵变安怎？干旱河流拢无水。所以这是水的问题所以咱才有讲台湾想要欠水，因为咱的这个河流足底足低，所以虽然落足侪雨，但是咱无材料甲咱的雨水流过咱的地下水，造成的结果。好，咱讲到这。